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乐乐小虎场，喷水器救车启动。好热，这干哪搁较热呢？对啊，啥做咧？乐乐甲朋友才拄踏入去小凤凰镇，就互这个无正常的高温惊一条。毋那厝体表面热甲必纯，就连杏桃树甲花草嘛冷去，规个涂骹那草花搭咧呛烟，空空化工。这么热，我强要变皇帝啊啦！毛苍苍的噗噜噜嘛化工。我嘛要互小做火球啊！有人要小做火球啊！免惊，我来拍火。毋知是啥人对厝内大声喊，一台喷水装置轰轰轰启动了，大家抓准凉爽的水就要钻过来，想袂到抓伫面里的煞是土粉加纸加目屎。加纸！救人啊！哪人这个世界无加纸？啥物拢毋惊，干那惊加纸的乐乐，紧张甲大声叫，佮哪走哪逃。乐乐免惊，伊走去啊！我身躯顶拢是土粉。是嘞！一个查某囡仔赶紧走出来，讲：我是叔叔，这是我发明的喷水灭火器，不过敢若失败啊！哈哈哈哈！发明？听到发明，叽叽的耳孔拢变来啊！大家紧入来休困，整理一下。叔叔带大家入去厝里，为冰箱摕出面巾、雪人大纸加刺球冰，互大家清理身躯嘛凉一下。啊，叽叽咧是咧专心研究迄台失控的喷水器。采用这有变过当面巾擦身躯，然后才有酸甜的刺球冰。睇上你的面巾，足冰足好食。多谢叔叔啊！阮袂记得自我介绍，我是心心，伊是乐乐，边仔是康康、帕基露露、加普露露。吉吉啊，伫机器遐。星星、乐乐、康康、帕基露露、普露露、吉吉。OK， 我会记啊！欢迎恁来到小红红店。来，家这雪人大纸搭伫身躯顶，就会加真爽快。这是小红红店机面的法宝哦。大家照叔叔讲的去做，雪人大纸若像冷气，开始有凉凉的感觉。哇，有救啊！大家心情拢变轻松啊！叔叔，我真好奇，这哪会这么热哈？心心问叔叔。我嘛无清楚，听讲较早顶来气候真舒适，有一日雪熊熊变热，即马连河水都打起。我阿公只好上山去找水源。叔叔甲回应，叽叽甲机器看看咧，佮懵懵咧，嗷嗷念讲：这个喷水器其实袂歹修理，若是有早工具袋仔来就好啊。我伫乐乐小屋场，啥物代志都无法度做。叽叽真失志，空空拿白酱，拿安慰伊讲：吉吉，像我安尼放轻松，问题就会消失咯。嘿嘿嘿。这时，空空白酱的物件熊熊发出光线，帕基露露一个看，强要昏去。康
康康惊一条讲：伊发光啊呢！敢讲我这日起就有第2项专属装备啊！无得靠是琪琪的，琪琪你用看麦。心心甲回应，琪琪赶紧甲通关密语试念出来。好，帕基鲁鲁、普鲁鲁，乐乐小宇宙 ，Ready Go！工具手骨开始发光，出现琪琪的图样。有影是我的，超级工具手骨，连咪爱请你斗相共咯。琪琪真惊喜，甲超级工具手骨摕起来，工具手骨的前端随变做板仔，搁随变做螺奶吧，然后喷出几粒螺丝母。哇，这个装备有够怕，什么工具甲零件都变得出来。琪琪嘛有够厉害，是你机器的动作才是手的。琪琪这存一个，遐存一个，甲零件拢锁起来，毋但甲喷水器修复好，搁增加搁较侪新功能。完成啊！琪琪欢喜甲大声喊：有影是琪琪。我就讲嘛，放轻松就无问题啊！康康安尼讲，大家听着嘛笑出来。叔叔看到互琪琪修理好的机器，痛甲甲机器扣咧。你有够厉害的！叔叔雄雄安尼讲，机器一个歹势，面拢红啊，一句话嘛讲袂出来。其实伊偷偷啊咧欢喜哦。帕基鲁鲁、普鲁鲁，乐乐小宇宙 ，Ready